你可以幫我呼喚威廉嗎？哦，這個是我們在直播，這是敦也。謝謝大家。繼續加油。你可以教幾句日文嗎？好。我想一下哦。不能說弄你好嗎？這種簡單的。日本的繞口令，就是那種繞口的東西有嗎？山本山本山，哇，好難哦！這是什麼意思啊？也沒什麼意思，就是音很像。哦。還是還沒有意思？哦，蕎麥。啊。哦。哦，所以你們有時候會這樣子說，還是？很酷很酷。好，那我想一下哦。那你知道最近那個有一個很夯的梗，呀吼。那它跟一般的那個什麼狗尼基哇有什麼差別？啊。算第一次見面的話，就會用狗尼基哇啊。了解了解。那你每次你们知道敦也是每次搭飛機來錄影嗎？哦，有些人知道哦。那你今天有陪同來嗎？他只有你，每次只有你。這是你自己來哦。那之前有陪同是誰陪你過來？哦。現在就是比較自己來自己飛哦。大家你們知道敦也的，他每次來之前啊，他都會上班到最後一刻。昨天是不是還在上班？然後下班過後直接搭飛機來，很酷，辛苦了。我們等等，他很開心。但大家你們可以來一點鼓勵的話，跟他說加油。好，那我們先不打擾敦也，我們先去找下一位。我有形狀。威廉的。我今天不是那個隨機換嘛，因為拍一張手機就是弄隨機的嘛，所以你弄好以後呢，比如說拿手。威廉在哪邊啊？威廉在哪裡啊？那他他帶那個選手下去。威廉，你在哪裡？你在1樓。你好，直播。放着吗？我找個地方。好啊，我調個角度。大家讓你們看一下今天的後台。你的髮型就是這樣嗎？
中間休息結束。阿良去哪里？就洗了。去洗头？好多人说那个很多同学。药，发胶了，发胶太多要洗掉。去哪里？可以那不时间很长吗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要给你那个。好好。我们这个。
那你之后会再来台湾玩吗？那如果你来台湾玩，会不会找我们？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去吃sukiyaki。我们俩是卤肉饭，吃肉是比较寿喜，或者是寿喜的。哎，你要拍的话，我就先帮你拍，我再帮他来搞啊。你就不准买它。没事讲。而且他还认真吃。至少选吃一样就好了。你凭什么又喝汤又喝？那你就喝不会胖的啊。不会怕水吗？是两个都吃吗？就好了。你两个都吃吗？都吃又喝吗？我可以啊，我有本钱啊。你有没有不胖？你可以啊。这你也听得懂？反正你们会懂，我们是外国人，应该还可以。这得就不得？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在直播是不是？对，怎么了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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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不要理我们，你先离开。哎，真的。但我没有人可以拍。我們美肌いいですか？美肌開美肌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よ。芋頭臉有那麼臭？你的臉有那麼臭？有點想睡覺。哭的關係有點想睡覺。為什麼會哭？就那個講話都忘詞，就這樣。哪有？不會啊，想太多了。啊，你剛比完上半場，現在心情怎麼樣？心情有點就是有點嚇到，然後又有點開心，因為嚇到是因為就是不知道自己會上不住。沒關係，講了就講了，還沒播啦，我們還沒有播出去哦。是直播，但是觀眾還不知道呀，對吧？沒關係，沒關係。好了，反正就是有好消息，大家注意要看節目哦。你看那個雲頭的表情，因為我們播出會比較晚嘛，對不對？然後是明天嘛，我們通常是下個禮拜不會播這集，下個禮拜會播上次的第二場，我有點忘記了，但不會這麼快了，但沒關係啦。你想太多了，而且你知道你剛剛看分數的時候鼻孔張超大的，對，就是你看到你的分數，對你回去等播出，你可以看你的表情包，
這是直播啊，那是沒關係的。我就跟你講心情了，所以你在比賽會壓力會很大嗎？比起上課，我覺得會壓力會，因為我不想要出錯。你不想要出錯，但每個人都會出錯啊。得失心嗎？還是壓力？得失心我覺得就是我唱錯或是但是你平常練習練好就好了。有時候練好，但是上場的時候就啪就不見了。就对，就是會跟練習的時候不太一樣。啊，太緊張了。那你等下第二場怎麼辦？第二場我會調整好。你可以偷偷透露你等下第二場唱什麼歌？可以嗎？可以啊，確定。不講結果就好了。啊，怎麼樣？這首歌準備如何？我覺得這首歌對我來說难度算不高，就算是挑戰自己。比剛剛那首歌還高？我覺得難度有。你還是沒回答我問題。你跟上一場的歌曲比起來呢，是難度更高的，還是？跟上一場比较，我覺得有比上一場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不是又更緊張？我会調整好心情，不會再哭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看播出，看為什麼我們的雲騰會哭。好，你等下要拍那個賽前訪問，對不對？放鬆了，放輕鬆了，太緊張了。雖然我看不到留言，但是來看一下。有啊，姚吉泰，姚吉泰說：“雲騰加油啊，比賽加油啊！”哦，我知道你在線上，子昂下午好哦。你為什麼眼睛黃黃的？我有一點，他有點遲緩。對他會那個啦，一定會差個大概10秒吧，直播都會這樣。誰？童若生，你認識他嗎？認識他不是超級紅。我看一下，若生啊，芋頭加油。那姚晨峰是誰？阿貝。你阿貝啊。對啊，你看大家都會看 ，OK 的，放鬆一點。好。放鬆一點，你真的會很緊張嗎？上台唱前。其實我唱的時候不太緊張，我就是擔心自己会出錯。那你唱歌的時候心裡都在想什麼？不是哦，好，我跟你講，有时候唱歌想歌詞啊，我覺得反而比較會容易忘詞。我覺得，所以要想這首歌心情。就是你想表達什麼？你想給觀眾聽什麼？你想給大家聽什麼？但我覺得你可以揣摩一下，不用改變你的做法，但你之後下次也可以揣摩看看。因為我碰過蠻多選手，都會一直腦中都一直想着歌詞，這句要怎麼唱，然後就忘了。我有試過，就是沒有去想歌詞，好像反而會更唱得比較順。會素哦。但是順哦，順哦。在練習的時候就是我不要看，好像就是出錯不會有人看到，然後結果鬆了，對不對？好像歌詞會更順。你可以試試看，下一次。但是，試試看。對，然後每首歌就像是個電影，你想表達什麼樣的畫面，你有想那個畫面，說不定平時老師可以想象得到。對，說不定就不會像人家一直記歌詞，然後就會搞得很緊張那樣。然后這句要怎麼唱，技巧在哪裡？哪裡要抖音，哪裡要轉音，哪裡要怎樣？你腦袋應該都在想這些東西吧？我會想說，下句會不會忘詞？下句不要轉，啊，那真的是你唱歌的時候壓力真的會蠻大的，因為腦袋太多事情了。然後就想說，如果這裡剛剛那個老師唱我這樣，會不會被淘汰什麼之類的？哇，你想很多耶。哦，有點。好了，你是緊張型選手。對。
好，那你可以跟老師請教一下，看有沒有辦法用一些呼吸法去讓你唱歌前可以稍微放鬆一點。你老師是田老師還是夢中老師啊？哦，那你說不定可以問夢中老師一些，對吧？一些小技巧，對不對？好，那你就先休息咯。他們在拍什麼？拍鴨猴啊！鴨猴啊？什麼是鴨猴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他們在拍短影音，我們去看一下他們在拍什麼。昨天的是小女兒，小女兒在楼上。拍完了。然後拍了嗎？拍完了，沒有拍到。呀吼！你看影片。 就跟他上去。好啊，我们先跟孟老师讨論一下。你看我在直播，真的吗？要跟大家打個招呼嗎？大家好，今天還沒穿衣服呢。哦，ごめん，叫多大？還沒穿好。好，那我遠一點拍。拍這邊的。啊，上一場比完賽心情如何？那個我是唱的那個張陽安老師的那一條上一集嗎？上一心情啊，心情嘛，很好，活着真好。而且你知道你最近拿的那個分數啊，都非常高哎，你有發現嗎？你的比賽的分數都非常的高。真的嗎？哦，那個得分，對。真的很感謝老師們，ありがとう。而且你的哦 ，come on， 哎，這是台灣人的梗哎，你學壞了。那你紅一起幫後面要接什麼？不，台灣人會接別的。不知道。你紅一起幫後面要接什麼？咩？ダイキン是那個冷氣的一個公司。廣告台詞。差不多。所以我可以教你一個，在日本。或是繼續哦，這是因為熱檔的關係嗎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遇到。哦，我們剛剛手機遇到一些這個技術性的問題。好，那我們看到這個只要3有空，我們可以訪問他一下。我們不用講結果。只要我們剛比完賽，心情如何啊？心情就是還是很開心，就是很開心那個大舞台唱歌很爽。你是什麼時候來？你待會是不是晚上又要搭飛機回去啊？你該不會又是搭很晚的飛機吧？凌晨2點，所以12點要到機場，然後是松山機場還是桃園機場？桃園很遠呢。松山好像飛那個東京比較多哈，東京，然後仙台啊、仙台とか福岡多分哦，所以札幌就比較少哦。哦，這樣通勤真的是太辛苦了。但是我問你哦，你像平常這樣子要練歌，又要上班，你這樣時間要怎麼
怎麼拿捏啊？怎麼掌握這個時間呢、啊？就是邊吃飯邊背歌那些，就是邊做。你說上班的时候上班，中間吃飯的時間練歌，然後回家也是抓時間練歌，太辛苦。所以你会覺得，就是來紅人榜比賽，其實是你一直想要的，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辛苦，是這個意思嗎？那你現在因為要比賽嘛，又要上班，你這樣還有時間更新你的 IG 嗎？錄一些歌啊？錄歌沒辦法，所以就錄那個紅人榜的音樂劇。因為就沒有時間自己錄那個了嘛。太辛苦了。好了，再加油咯！謝謝。哦，我們再來看到這個中場的休息，阿德老師在吃甜點，沒錯。這個時代，那我應該是他，有些人就是吃不了。哎呦，好嗆哦！好嗆哦！不要吃，回家吃。真的嗎？那个糟糕，我還寧可來這邊吃，回家不要吃。田真老師，如果你遇到選手哦，你就覺得說啊，那個氣息不夠，然後你又發現他好像有點過胖，你會怎麼建議？體型的部分通常是我們製作組會擔心啦，老師不用擔心啊。老師也會覺得說啊，是不是我的？減輕一點對唱歌有幫助，沒有關係嗎？身材有關係嗎？有啊，有關係啊。你們想說共鳴箱越大，對不對？還有幫助哦，還有幫助嗎？你不要虛胖就好了，你就要健康結實就好。那你覺得那個田真的老師算虛胖嗎？原來從頭到尾的問題都蠻針對的。人身攻擊，哎，這太針對了，這太針對了。因為我不確定，你不確定？哎，好，我們現在那個選手們拍賽前訪問的拍賽前訪問，然後吃點心的吃點心，所以休息室的人比較少。要唱什麼歌曲啊？準備的如何？我今天要唱《對呀不再受體力》。準備的如何？我也是那個人類。這首歌在主編上有那麼困難嗎？我覺得在排的時候，繼續問你嗎？你們剛剛看到的都是我們固定會拍攝的，賽前的訪問會由我們的宏源哥拍攝。宏源哥他不想入鏡，他是我們的專業的攝影師，兼企劃大哥，兼剪輯大哥。那景輝大哥，我們上一場比完了，心情怎麼樣啊？輕鬆很多。但是我們等一下馬上就要開始唱第二首了，怎麼辦？是 OK 了。OK。那你有看播出嗎？家人們或是朋友們給你的回應是什麼？他們都覺得很驚訝、很意外，尤其我以前公司的老同事，他感覺就是說，哦，我好像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面又有一個可以發揮的舞台，所以我覺得蠻好。那你這樣播出這幾週播出啊，你這樣走在家裡附近會不會被認出來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那個？我去買自助餐的時候，我有夾完菜嘛，去跟老闆娘結賬，老闆娘一抬頭一看，哦，你是不是昨天參加那個哦，你看你比電視上還年輕，他也是真的假的？哇，那你之後你可能之後只會越來越多人認出你。好，那我們馬上就要開始錄下一場了，那我就先請大哥，你就先去休息了。好，因為等一下待會就是你了嘛。OK， 好，休息一下啊。
哦，有個觀眾說盧大哥你要加油哦，他叫杜文淵。哦，杜文淵，哦，了解。對，謝謝。他說他一定挺你的，比賽一定要贏。那我們的企劃完，就在努力的改下一場的手卡。我瞬間讓大家看一下下一場的那個手卡，卸了5秒鐘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阿嘎在線上，阿嘎你好，阿嘎。阿嘎前幾天生日。阿嘎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我唱完了。哎，不，我沒有，再一次。你生日快樂，阿嘎！来，祝阿哥生日快樂。是一樣的嗎？一樣旋律，但是沒關係，不要。那是什麼詞？不要防護。是什麼詞？是哦，馬來文了哦。好吧。褲子要摘進去哦。好哥在換衣服，沒有拍到。還是有這邊。有希望他的衣服沒有穿。就是如果你对，但我剛拍他就會遮起來，所以我想說算了。這個選擇其實很可惜，為什麼？不是常常有選擇的一個機會的，然後盡量去。所以就想說不要往裡面拍。太惡了吧，別了。想說先不要往裡面拍。老師，你這是第2包嗎？老師，第一包啊！哎，你大哥跟我一樣是摩羯座的呢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老師你們很合得來。所以我們差12年。沒有吧？12年。對，差12年。弟弟差12年或24啊。對啊。好啦，我們大家在台上講的說，哇，我們在10年後就變成這個樣子了。老了還是法拉利？很好啊，很 OK 啊，沒有不好。我是說這個，為什麼吃第2包，老師？第1包啦，還就是剛打開而已。老師今天遲到。第2包是第1包是那個是洋芋片，而且只有一點點而已。第1包洋芋片跟第1包乖乖啦，都是第1包。哦，是這樣算的。盧大哥，你應該不敢吃這個東西，對不對？這種東西比較少吃。不是，應該你會節制不吃嘛，對不對？是。你現在應該已經到了那個吃東西要節制的年紀了，對不對？是啊，你看肚子很大。而且盧大哥以前是做廣告的哦。是。你知道做廣告是什麼概念嗎？沒日沒夜。啊。然後呢，也沒有時間顧家庭。對。因為我們是基本上是同行的啦，我非常了解他們在，而且那一代的時候是剛好經濟起飛的時候，忙到真的是，你的人生等於被綁架一樣呢。是，沒錯，真的沒日。真的哦，就是我了解。然後你老婆又是你去取件的地方，對不对？哎，老師，你記得故事呢？他沒有去取件，他那時候忙到沒有機會遇到老婆。真的，所以就是好。那你現在好好表現哦，把歌唱好哦。你老婆會得到什麼，知道嗎？會得到什麼？你知道呢，一個好老公啊，不是因為這個老公多疼老婆。啊，是因為大家在訛樂他老公，對不對？好，老師，點心不要吃太多了。然後大家就要上去彩排嘍。那我今天直播這邊先，拜拜。